观众朋友，早早欢迎收看《公视台记》第9月15早起新闻，我是郭碧君。巴西的政府机能争议是继续咧炭烧，台农的卵保存日期写唔对。高雄市卫生局认为，台农公司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的规定，已经罚款30万。也那超市业者专联福利中心讲，进口的鸡卵已经全面落价，消费者伫11月11进前拢通办退货。连锁超市卖卵的鸡仔店，这几天引起讨论的台农卵数量也阁不止啊多，因过产地是因彰化，是国产的。你们还有巴西的蛋，我们都没有进口。之前台农公司甲巴西鸡卵的保存日期标做10月初5，超过农业部所认定的4个月期限。全联超市发声明，讲自12日开始，鸡仔店的进口鸡卵拢总摕来，消费者伫咧11月11进前会当摕来退。因那标注日期的当事人，台农卵品董事长杜万才，甲媒体讲，伊的出来回息的是农业部甲伊逼的。因过昨佮接受媒体访问时阵讲，农业部是建议伊出来回息的。农业部是讲咱都下架吼，来甲咱的迄个消费者我觉得对不起呢建议啦，伊讲伊叫阮咧做的是一个建议啦。高雄市卫生局认定台农无依照规定完成意见陈述，决定罚30万。卫生局正协同食药署及屏东县卫生局积极调查相关事证。农业部回应，有关台农卵品的部分，会甲相关的卫生单位清查所有卵品流向，保护消费者的食品安全。我们以强烈的要求，所有的洗选业者必须依照来源国所标示的有效期限做正确的标示，同时我们也与卫福部做相关的联合稽查。食药署讲会辅导业者做正确的标示，并且规划加强市面上鸡卵的客查专案。针对全国贩售通路进行鸡蛋的查核，查核的内容包括鸡蛋外观检查，还有标示的查核。那持续来强化市售鸡蛋动物用药残留的抽验。由高雄市议员质疑，已买到的澳洲进口鸡卵标示有问题，对此农业部无进一步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